立法院是继续咧审查着国会职权的修法，接近尾声咯，拢已经完成2读啊。但是若要完成3读，朝野拢认为可能就爱无暝点灯拿咯，就是爱挑灯夜战。早起一透早，立法院就闹猜猜，国民党囥伫咧发言台顶的票语，会查着发言的人，引发着民进党的不满，双方起口角。开会之前，先办布条大请，朝野小争手好会，不过那赢其中一个发言台票起，率甲发言者砸掉咧。国民党团就要甲票起搭伫咧发言台前，就算为着抗票起还袂停。特别是亲像这个青鸟行动的海报，是国民党立委谢龙介甲民进党斗打起嚟的。票起答完国会职权修法，敢若剩10个条文爱处理，若是要审完，爱阁整到3读。不过到昨暝10点40分为止，有90立委法律学者发表联合声明，要求退回委员会讨论。我们也认为要退回委员会审议，非常的程序不正义。那我们也希望说，国民党可以迷途知返，悬崖勒马。因为现在大法官有7个名额啦，缺额，那是不是大家在报名准备争这个大法官，所以极力在表态？那就看看赖清德总统买不买单嘛。不过法案若是3读通过，你也已经做好复期或者是实行准备。在法案送到行政院的10天内，经过总统议准，请立法院复期。立法院爱在咧15天内做出决定。若是有超过一半以上的立委决议归期原案，各规台接受。若是要实行，在法案生效后，会当由立委总计1/4以上，也就是上少29个人向宪法法庭申请违宪审查，同时申请暂时处分。由大法官裁定有违宪纪律的法律，半年来暂时未上路。相关的后续的事先准备也都在如火如荼，法界的人士他们的串联都是提供给我们更多在释宪的过程当中文件的准备、论述的精进，都是很好的火力支援。你也写好所落来剧本，做好万全准备，好咱也唔敢大意。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